各位大家好啊，歡迎返到嚟我呢個頻道小康之家，我係張小康。我哋咧係兩個咧就係話咧，因為智障人士嘅宿位不足，咁咧凍死、餓死同埋冇嘢食嘅。啊！我有冇聽錯啊？香港地凍死、餓死、冇嘢食，你唔好老作喎。咁咧審計報告亦都公布咗，就話全香港咧有9萬個智障人士，咁所以我哋而家嚟到呢一度咧係發俾我哋嘅嗰個訴求，立即增加宿位，冇嘢食、凍死同埋餓死。審計局都公布咗，全港有9萬個人係智障人士，佢等嗰個智障嘅宿位超過10年。阿婆，你係咪睇呢一份啊？唉，唔好睇呢啲報紙啊，害死人噶！各位觀眾，審計處嗰啲報告有得揾噶，自己上去揾啦，唔好聽呢啲阿婆亂咁噏啊！嗱，呢個表呢，就係1415到1819年中度智障學生輪候宿位嘅表格嚟嘅，咁啊大家自己睇啦，唔使我講啦。想唔凍死啊？哎呀，去英國啦！你睇下呢位叔叔幾咁享受呢個陽光浴。想唔餓死啊？去英國啦！英國就冇嘢多，銀行多啊，包餓你唔死啊！我想請問一下，你哋而家全部嘅市民喺度，你哋等公屋等幾耐？8、9年，但係你諗下，你等十幾年喎。我想問一問你各位就話，如果一個人就幾多個10年啦？但係佢而家要等啊，宿位已經等10幾年。但係你一個爸爸媽媽年紀老埋啦，係咪？智障人士亦都年紀老埋，咁佢等到出嚟係會死嘅喎，冇人俾嘢佢食嘅喎。咁咧嚟緊嘅亦都會有財政預算喎，希望就係話財政司增加呢一個嘅宿位，智障人士嘅宿位，立即增加宿位，智障人士慘。所以我哋而家嚟到呢度係表達我哋對呢個宿位不足嘅爭取，希望各位市民你哋會加入我哋嗰度，因為每一個人都會變到智障人士㗎，因為只要我哋中福啊或者其他人，我自己探好多智障人士，有一個話俾我聽，佢話阿蓮姐啊，佢以前係打功夫啊教人打功夫啊，而家中咗風，所以咧就唔能夠再講到其他嘢。每一個人都會有機會，家中有一位智障人士係唔會講俾人哋聽，因為點解佢覺得家中不望，所以我哋今日咧係爭取智障人士宿位，立即要增加。咁你諗下有9萬人喎，係嘛？即係我想試問大家下，人生係幾多個10年咧？我哋等多6、7、8年，已經係覺得係好辛苦。我哋等10幾年，佢先得到幾萬。而呢個宿位就話要院有往生咗，然後佢先可以。你諗下，凍死餓死，啱唔啱啊？都未等到呢個宿位，等宿位已經去到絕望嘅階段啦。好啦，睇到呢度啦，咁啊唔再睇落去啦。圍觀嘅人群都漸漸離去啦，咁啊只可以同你講句：阿婆，革命尚未成功，你仍需要努力。揸住個小喇叭喺度製造社會矛盾，製造社會混亂。多謝你啊，阿婆。喺呢度，我感謝大家收聽同埋觀看我嘅影片。如果喜歡我影片嘅朋友，請大家唔好吝嗇，多啲鼓勵、支持、點讚。有意見嘅朋友亦都歡迎喺留言區嗰度留言俾我。